伫嘉义水上有一间卖冷面的店，外口挂真侪党派的地方选举参选人咧食冷面的布条啊，到底因是咧宣传选举，或者是店头咧？咱做伙来看。一个路口挂个参选人的宣传篷布，有要选乡长的，嘛有选议员的。不过，这拢毋是候选人来拜托，是这间卖凉面的店头家家己开钱定做，甲挂起来。现在这里都很空，我们就拿他们的宣传的海报挂在店里的周围。那这些老板自己花钱做的？对啊。每一面篷布顶悬拢有参选人直接食物件的相片，看袂出到底是替人宣传，还是宣传家己的店。候选人知影了后，嘛拢感觉店头家真趣味。我昨天在跑行程的时候，还遇到有些店家就说：“你哪用家底下拍你的公格，无来搞我们拍公格啊？”其实那我们在讲，这是店家他们另类的一个行销，很好啊，就刚好广告，然后大家也是公平竞争，然后让乡民们也可以有很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店头家表示，因这候选人平常时嘛是定定来这买凉面，拢是老客户。即马拄好是选举，才想讲顺续做广告，结果颠倒将做即马一个互人感觉真心实的所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